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晡日係安尼 live 直播嘅節目哦。哇，最近天氣好變來變去，一下看到日頭出來咧，一下又變太水，那水非常嘅大，所以呢，請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聽錯春節為平安哦，記得要帶紮哦。好，講到節目呢，今日節目非常嘅精彩，尤其哦撇出嚟到咧，到底睇完細子要到哪去了呢？嚟為大家大家花時間嚟了會有得到當代嘅樂趣呢？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嘅客家事務推動者，韓國安尼嘅好朋友哦。首先呢，安尼來歡迎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區嘅主任秘書，歡迎你。大家好，我係新北市客家事務區嘅主任秘書高吳莫言，佢歡喜來呀同大家見面。本人主秘，哎呦，肯定一下，唐主秘講話，我就啲喺安尼六對客家人該歡喜安尼做嘛嗬。撒下來呢，了解當後生當有才情，喺安尼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教育推廣組嘅組長，歡迎組長。大家好，我係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嘅教育推廣組嘅組長蔡建輝，今日真歡喜來到亞平，跟大家見面什麼？哇！組長和潘東道嘅發通，是希望攞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啊！接下來兩位呢，Rita 講咧，真是係老朋友，到擺呢到安尼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總係做得看到佢嘅信仰，當熱情，當有笑容嘅，來攞大家介紹安尼園區嘅好消息咯。實來分享了陶麗美先生、玉卿姐，大家好。我係鄭玉卿，今日當歡喜來到福喜來節目，你睇你好。你好，哇！今晡日哈有3位貴賓來到安尼嘅節目當中，所以咧大家好好分享嗬。其實園區裡下好當法咯，咪當到嘅人當下來到了達會了嘅，所以呢，其實你下園區辦青島嘅法通，譬如講安尼嘅好客研習，係啊，有冇有按用人嘅口唱來大家分享咯？我到演辦嘅好客研習教室哈，都係希望講加入安尼客家文化園區嘅平台哈，做得本安尼來客家文化園區，不管係預約團，也係講臨時來家人、臨時來朋友哈，做得利用所做嘅方式哈來認識客家，啊，特別都係有安尼實嘅部分，哈，實嘅部分像有糍粑啦，哈，擂茶啦，也係講做水班了都有，啊，像5月節啊都有咪有讀班種啊哈。所以講，希望講加入咧手做嘅部分，嗬，幫大家做得融入安尼客家。但是唔單淨係講有安尼實嘅部分，咪還有手做嘅，像安尼個竹燈籠啊，哦，係個竹燈籠，係，也係個係花布燈、個祈福燈，嗬，也都有通有。我看咧當複雜嘅，地圖包含咧係用黏土自家做嘅，咁係講你前才講冰天時下係要做好，又講全部。一隻國家都係自家愛來做嘅。去到現場都有線上嚟教，老嘅話教人容易做，係嚟染上去，係人個個做一記一記插上去。哇塞，完全係自家來做，所以係講咁自家做到冇當這樣唔是嘅，因為線上嚟教安利。哦，所以要當到呢啲作品全部係嘛。係，錯。所以其實成本大家講，希望你做得用手來聽通，睇你寫字強下來，你咪係當好嘅親子時光嗬。今日講到要前都有口唱，今日講到咧做燈籠，韓國兩咪係。錯。兩係祈福燈。哦，你有 LED 燈，而家地度。你用扮嘅啲係切好咧。係，然後拆開來一紮一紮，然後來組合起來。哦，吊上去咧。哦，你還有福氣做得像眼望哦，當像你預售咁樣嘅。係啊。啊，所以各項嘅呢 DIY 嘅東西啊，都當大家睇家體驗。你係產法。係，我都未有開印咧，咁話口腔嗬，口腔啲位都有因禮拜當特別會請台式來教人煮出來，像啲母親節㗎有請張馨月先生咪嗬，撒下來爸爸節比較請到郭敏昌郭先生，韓國有撒下來秀動嘅時節比較請個有老師來教我哋做煮出來，幫大家做，還有鹿汙湯。鹿汙湯咧有請個阿凡伯嘅丁老師哈，丁寶珠先生啊，大量的來教我哋鹿汙湯，啊，第一道係鹿安尼拍出來，
你也3号来2月份又会到台家录，等会土梨啊，吼，按9月份来录，安尼该种菜，该种凤梨啊，黄梨，嘿，按过行10月份的时间，还有该铺出来。我一当好奇呢，用半年时间去做得咧学煮菜哈，那个路东西，今时又讲哦要做下，要火炉，有，我都有，我都礼拜有做一只做下冻凤片，阮大家来学习，嘿，所以讲有兴趣的朋友吼，就得去安尼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的网站，你会读报名。系哈，好，报名以前本大家来感觉一下看，刚才你介绍了东韩国，你餐法，很正哦。你无论客家人也係講福佬人，客家人落餐法嘛，嗬，福佬人度春阿花，你係當從又係手工哦，做得做耳環，做得做拍鏈，哈，所以你係咪係自家嚟學咯？係啊，應該都你係課程學當熱門咧。一當難做呢？咁個吼，我都就95年推廣你係吼報名弄秒殺呢。當講到額滿咧，因為我95年的時陣就請你個宜蘭董永明先生哈，陳惠美先生，教下來種子老師，你還能做線上誒，所以咧咪就創作班係曾國芬曾老師，和初級班咪係陳惠美老師學生誒江淑英老師嚟教。哇，係啊，所以大家想去做吼，聽錯去鎖定你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嘅網站，係講要課程出來，啱先是用搶嘅。韓國你係乜嘅東西？你係咁係做擂茶，要你擂筆咯，擂棍又冇乜強弱。你唔係擂筆，你係種球，打七把係種球。打七把咩？用動態嘅咩？所以你講動態，你男人成日那個成日來兩搞男人啊，所以較細對的嘅吼，做咧個板平來成日來我來強下打。哦，親子活動，親子分組的。哦，分組安尼來做出錯嘅一組一組了。本身家輕輕鬆，又冇負擔，係嘛？睇完寫就做得強下。對對對，儂睇啲做嚟做啦。係啊，要結婚出本用土地來強下來種七八，係嘛？總定感覺就越來越好啊。一年咧。韓國咧，安正嘅咧，嗰度係呢煙館，嗰度係陶館。陶館，做乜嘅？做漢探嘅時節最重嘅地方度嘅。哦，因為路梅啊、梨啊，又係講接泡菜咪做得係啊。係啊。啊，乜介是做得做嘅？另外有新嘅設計嗬，9月份會出來，有新嘅款式會出來。我哋有嘅朋友哈，味道而家講了，而家陶館哈，當哈，特別盤去嚟參加，他要收集不一樣的罐子。對對對。哈，因為陶館做凍醬嘛。係啊係啊係啊。咁你撇除味道咧，咁要乜嘅針對小朋友，香港有特別嘅設計。有，你客家文化園區哈，除了有你倆，你明時來課程，你咪做用預約方式，係做咧來教你個童玩體驗啦。你計劃煲湯裡邊都有揭落嘅，隻腳啊，還有個當河搞嘅呼啦圈啊，對，係還有吊水瓶。哦，很好搞哦，所以講係有興趣就做得預約來報名係預約來報名。係，我哋注重兩位，還有辦當好嘅活動上嘛，係要嚴格嘅活動係啊。好，一擺要幾多個團體來報名咧？一擺我哋有幾擺嘅共享上課嘅活動啊，吼。一擺有19個團體來報名。哦，全部也19個團體出創歌本喺個攤，包含 Rita， 我三叫大有上樂團嚟到園區，我知道特別係無論係啲也太和堂創歌，也都也喜棚下、喜棚底度哦，你演藝堂哦專業嘅場所嚟創歌嗬，就是個感覺清好嚟老大家分享安尼。啊，古時候也大家講到有19個團體哦。好，有19個團體，有嘅係 rock 搖滾嘅，有係民謠嘅，有嘅係滾樂，喺嗰邊美女嘅，全部都有。睇完寫字，向下來欣賞出嚟嘅。哇，很好喎！向下來欣賞客家音樂嗬。當然，家講到喜棚下呢，係為連曬啲下班嘢咩來進行上嘛？有哪啲嘅消息做得先老大家分享咯。我哋咧喜棚吼，像上一陣日，你是18號吼，一禮拜啊吼，有個皇帝樂團，吼，要來我哋園區嘅演藝廳，吼，
伊能迄国乐科系班的出身的啦，吼啊，表演给与皇帝乐团客家午后音乐响宴安尼。哦，安尼意思就讲吼，全部就要专业呗，无论是乐也系国乐吼，重点就由客家音乐就出来啦吼。等下转来呢，我来谈主编、主奏啊，韩国玉琴先生，叫下来老大家分享精彩嘅活动哦，向大家先聊一下。大家轉到福氣來咧 ，Rita 今日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係講大家嚟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係咪知道講哇，要當到好高誒，韓國要當到展覽好看咯，要當到當站嘅客家音樂就得欣賞，你係應講求生活，乜嘢按照生活，而地帶講，而享受呢啲美好嘅事物嘛，所以根本要介紹美好嘅消息俾大家哦，再次來分享根本要三位來賓呢啲嘅主編，還有個呢啲嘅組長，還有個陶蘭先生、玉卿姐，今日講到嗬，你啊來到園區聽出愛來看展覽，因為你一日睇每次就得看到。哦，展覽時開始映入眼簾了。高本組總統大家好好介紹。好，我哋還有兩個展覽啦，一個係我哋感動瞬間 RGB 攝影展，一個係我哋漫畫大師郭寶吉嘅劉心清憶當年劉心清畫作品展安尼啦，像我哋 RGB 攝影展係 RGB 攝影團隊，伊能青島先生哦，聯合嘅展覽嚇，幾多嘅作品安尼？哦，開始展覽咯，到7月11號。嗰時候大家來到也好，來感通一下他們感動的瞬間安尼嚇。嗰個講到呢國寶級嘅人物咧。係劉心清先生嚇，伊嘅展覽嚇分3期，一期係天道客家老節廳，一個係客家八公八業，一個係我哋嘅古早合意農。哇，3項吼全部真有意思，吼講到你早期嘅成分咩好吼，各種行業佢就有發下來。韓國細時間看到客家莊，我哋看到安尼嘅海報吼，將看到海報，你就感受得到，哇，頭擺萬年有念過有同志。有嘛？頭擺都念過，哎呦，你有念過？有，嚟上當念有通知來買，念過祝賀。哦，你啊，對親近攏映入眼簾。所以你發係真係頭擺係不一樣嘅，頭擺係比嘅用竹嘅來做嘅，竹竿嚇，有用過冇？有用過，做咩有用過啊？頭擺冇瓷器嘅。係啊，你看到頭擺成反而知道有一種返璞歸真嘅感覺。老實講，看到安尼嘅花作哦，我知道真感動哦，哈！組長自家來策展嘅，看過呀所有嘅展覽，自家有咩感覺呢？因為生日嘅時節吼，較無看過也嘅啦，吼因為嘛係高雄長大嘅啦，吼，較無經過我哋那種較鄉村生活安尼，所以。安尼看起來吼，嘛係很新奇安尼啦。有得開眼界安尼感覺嚇。一下你劉心清老師84歲了吼，真高齡哦。不過吼頭腦非常嘅好，還當然吼想係做乜嘅創作，吼非常嘅精脾氣哦，吼。安尼我想主編帶啲樂隊嘛，吼，啲樂隊睇嘅，你知道佢畫嘅吼係你。佢成塊啲北埔客家莊嘅成分嘛，然後樂隊嘅成分有相同嘛？有，嗰度像一兩五嘅啦，用嗰種頭擺用嘅竹料啊，竹料嘅本機啊，本機啊，有戲啊，個我嘅撥嘅本機啦，吼，啊啲料下工啦，兩五嘅頭擺色得冇按到，因為下口嘢會料啊，以畫嘅圖吼，真的貼就直接。是假如一般人的程度啊，人頭擺很細嘅下嘅生活，
忆当年，哎呀，都想通哦，哎呀，后摆的生活无安好啊，所以呢，都是比较朴实安尼。不过我知道生日安尼搞吼，清赞诶，安尼人讲吼，你从小就要搞，见搞就也有创意。我真嘅安尼知道诶，我看嘅时节吼，我就知道讲，迄个我从我生日去，佢看到有咩感觉。真嘅我就通嚟生日去，佢看佢去啲隔壁哦，冇走啊，也3歲佢講媽媽，佢到底喺做乜嘅？我講去了咩？我出嚟講去了，佢講媽媽，他們在做乜嘅？我講佢到底喺食飯、飲茶，佢講哦飲茶，就聽人講，其實發到吼非常的生活，非常的生動。佢說佢真有興趣去看，到底呀阿哥阿姐在做乜嘅？好奇嘛，係啊，他們一定冇頭擺嘅生活，一定都唔知啊，所以看到嘅劉青青老師嘅圖會明，係啊，明頭擺嘅係做乜嘅啊？係啊，但睇人一聽到啲從旁而解釋俾他。係啊，你像一下生日咧吼，三夫做嘅樣式，然後頭擺做就冇咁樣。我生日人嚟講，媽媽他沒有穿衣服，你冇着衫安尼，就請等一下。嗰時我特別看到劉青青老師嘅作品係非常嘅感動，真心嘅邀請大家聽咗我來看，展覽到9月初3天哦，我包幾飛哦嚇。人氣特別就用最好嘅。無論係 DIY 課程咩好，展覽咩好嗬，出來寫大家嗬，還個有音樂咩強用啊，係嗰時候邀請大家嚟到園區，聽咗咗哋先來預約，係嘛？係啊，嗬，同大家嚟導覽，係做錯。我哋預約團係要15沙就對先預約，係平常時嚟講冇預約冇要緊嗬，我哋要定時導覽，係你是睇用平常時就2倉啊，佢假日要3倉。係啊，所以講唔是講講某人難解釋，我哋要當到導覽先生，要英文嘅，要客家語言嘅，要河洛嘅，係，那要日本話。哎呦，所以講，係，所以講唔是翻到語言嘅部分，我哋弄當真心啦，大家服務。係，所以是係來到咧嚇，聽咗本大家嚇收穫滿意嘅專輯啊嚇，係，韓國先生自家點介紹安島，好，圖安島嘅人客來到，你客家嘅。寶庫來聊聊，有冇係感想麼？記得有本有冇嘅回饋麼？特別吼，有上音樂團體較特殊嘅，像特教班嘅吼，也係講有較特殊嘅，嗰個聲音咧來吼，啊，佢來到，你人去，佢到你冇熟悉，但是佢來到嘅時節，佢到你當親你嘛，叫佢男等於我就看到人家書哈，他這位時節佢還會讓你男一下。那種感覺啊，就是很感動，對，很感動。剛才沒有，不是用語言可以表達的，就是一種感動。然後回到位置，我就會有一點點心情就會很沉，有一點感動，想要流眼淚的感覺。對，這是我個人在導覽的過程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係啊，有見證做導覽嘅先生幾久咧？10年有咧。10年啊，10年是奉獻本嚟客家。還有誒學生喺當怪吼，當電影寫吼，佢就轉移佢會寫卡片幫來。哎呦，係要寄來幫來幾版啊，全部畫圖啊，寫新夢七八阿姨啊，7、8阿姨，教我哋做7、8啊，好讓我哋導覽得到，寄來幫我哋看到攏當感動嘅。係哦，咁以後是講啱咩按到鄭玉琴，按到7、8阿姐，啊7、8阿姨，係阿姐好嚟啦。係我通關密語就係7、8阿姨啦。係啊，係啊，所以呢，你當有感情哦，我想。未來10年、20年、30年，還係為大家父母哈。對啦，做客家係愛榮幸。哎呦，很讚哦！啲倆會咪邀請大家，你有倆嘅心意，有倆嘅興趣哈，歡迎來報名。係咪倆讀好嘅時間案例來招募一下志工好嗎？係啊，我客家文法院去志工團哈，有3個冇強項嘅任務哈，也係導覽，好導覽。佢也係給觀眾服務，哈，觀眾服務，佢啱要嘅講故事嘅，所以講有興趣嘅朋友哈，做得去我哋客家文化園區嘅網站，我哋有嘅志工招募嘅訊息哈，大家都上下哈，做得來做志工。好，
所以係講有興趣呢，你啊七八阿姐你會吼聽錯愛實實來報名吼。所以呢，今年你來看到吼，你人氣有青島嘅發同來老大家分享哦。當然呢，有當到精彩嘅消息吼，你講從人氣愛到了，係嘛？人氣愛到咧，今年第12年咧吼，12歲啊，一講生日快樂吼，也準備來到你人氣吼，來到你客家事務區吼，為大家來服務吼，一路下來，啲你新北市投入青島嘅心力咯。係，咱客家文化園區呢，起嘅12年呢，成立12年，啊，但是呢，我哋呢客家事務區啊，以前。頭擺愈迄文化負責文化局，啊，一路啊，哋咧母局啊，過後又成立客家事務局10年咧。哇！啊，也擺呢，愛園慶啊，辦嘢園慶，啊，我哋咧主辦呢，哎呦，當你舉辦係嘛？我哋咧建會主辦呢。好，舊本香港人吼，可以來出有創意嘅用誒，真想法吼。當然，園慶聽說有精彩嘅活動啊，聽講大家吼時間忙到出見大天發講，那是園慶啊，那是活動我出來我要報名了，大家係咪想一啲啊？到底有哪一啲嘅活動？等大家來報名來參加呢？等下進來吼，繼續落大家分享哦。哎呀，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嘅園慶來咧，有當到嘅法同我來老大家分享哦。喺呢一位呢，主編好好老大家講，哇，你園區12歲了，係啊，客家事務區10歲嘅，係啊，哦，安尼人講12歲10歲差唔多國小畢業吧，嗬，講太咩冇動態，唔過差唔多青少年會到咧，嗬，安尼咩依舊嘅時間累積嘅呢？係啊，我哋像我哋園慶嘅吼，有辦嗰度活動，啊希望呢客家人呢，吼來，可能愛坐車來，佢方便嘛，坐車來，也算愛去個市場來，我哋呢停車場改道，所以唔是少啦，唔是少，冇那停車，輕量來是錯嘅。係啊，輕量來啊，有限輕量來，歡迎大家來。係啊，講到法通啊，吼，安尼你順風嘅主張吼，佢就聽出誒清醒、清冽，佢無限哦，老佢鼓勵一下吼，法通辦到清好吼，來老太教介紹下乜嘅法通呢？哦，我哋今年嘅園慶吼，一聽講去辦2日啦，吼，2日，啊8月5號，第一日，吼，下晝有我哋嘅如果兒童劇團。要唱到如果兒童劇團，這個強哥來咧，也係講吼水果奶奶來咧，哦，新年聽說挺好嘅呢。係啊，8月6號吼，禮拜日吼，有邊合議會合作，依然有一個波公林好神嘅人偶劇演出。哦，也係你哋6隊客家文化園區嘅，好長期嘅展演吼，從新嘅開始哦。刻意好好玩的一個巡迴列車這樣子。哇！按你講到吼，係講如果兒童劇團，聽講佢哋當為到園慶設計新嘅戲碼呢？係。哦，你哋係乜嘅戲碼冇？我很想一啲，你聽錯啲係啊？而家人哋開飛啊！啊，你開飛啊！當啲設計嚇，唔講你園慶半夜加2張嘢出不到咧。哇！大家真期待啊！嚇，講到語文嚇，大家一定愛好好來看到底你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送俾大家乜嘅活動呢？當然嚇，我想園慶嚇當重要，韓國一個人講嘅組隊社，還有抓周係啊，韓國舉辦3年咧，從第1年、第2年、今年第3年咧，前2年。馬上秒殺爆滿，好，然後睇人對自家生日要做埋組隊社啦，好，韓國3歲、4歲呀，逐年好都青春時，好，然後老太家好好介紹一下。組隊社哈，點解在園區辦第3年呢？哈，你2年生意強少啦，
所以讲做对帅，在等下都演去盼的，该做对帅 CP 值动高，因为吼，我都报名比较以后，吼，我都有内列的嗰种的闯关活动，嘿，有过聪明门啦、敲锣啦，然后本期都有个证书。韩国有赶快伴手礼，本期都带专业。安好哦，其实成日吼，我讲蛮热帅吼，会向去韩国嘅聪明们吼，大体是爸爸妈妈的男人啦吼，所以爸爸妈妈记得是当有兴趣，希望讲为成日留下当美好的回忆咯。韩国你讲要做对帅，所以用客家人的历史了。嘿，没有用烟的现代历史啊，因为抓做的东西不用改本身烟一家是染，嘿，俺记系染到目个吼，俺就特别记汉白可能会做目个安尼，所以当到家装记得会当写记得系本身音命嗰啲东西啊，啊，俺嗰度做技术面当然有记命到慢嗰度就会对那个搭上去安尼，还有也幸运签哈，有祝福记得会发呢，还有个脚印。踏轨有脚印哇！讲到客家的历史，吼，我哋像系戴一只老虎帽，按到乜嘅？虎帽，好像是一个加冕的仪式，加冠的意思。加冠，谁从俩秃？系咪俩？错，系俩哦，上阵讲嘅成日话平平安安抬，香港呢抬嚟以後呢，唔係做官司傳台前意思。係啊，因為台啲都係祝福呢度啦，就得當平安心中啊呢。來時開始報名。喺你規劃當中，天花接到當到咧，有時發同頻道當新工啦，所以大家是當期待來到，你先咪是客家文化園去參與每一隻發同嗬，嗰時候發同頻道咧嗬，嗰時候第一時間來執行嘅是你規劃嘅組長咪嗬，組長發同規劃到呀嗬，俺講唔到你園去做按度嘅發同嗬，即家有乜嘅感想呢？做客家的發通吼，真辛苦啦，講實在。點樣會講？因為俺的客家文化吼較傳統，吼啊，而邊一下後生人吼，要做結合這樣子，哦，也個係較比較困難一點的地方，哦，所以講，像今年辦這個天春日，吼，看到咁多人來吼。真感動哈，真有成就感哦，真嘅，按辛苦辦嘅發通，看到按人山人海哈，就知道有成功嘅哈。唔講到哈，因為後生人咧來規劃發通哈，我相信你自家嘅觀點係冇共用。比如講，你用嘅結合，都大部分都係先看下一下吼，看比較流行的東西。潮流係嘛嘅。來做一個結合啊！你咁樣講要做田調調查講，係後生人喜歡乜嘅？嚇，然後你客家乜嘅傳統嘅習俗有關係來做結合咧。好，你像下擺唔單止係個攝影展、攝影展，還有個劉老師嘅畫作嗬，攝影展咩也係大家同好嘅啊，藝術一台相機啊，好記錄下我知道有感動嘅時節。好，本大家嚟欣賞咩戲嘅嘛？係啊。好，繼續加油。好，後生人要繼續加油，要嚟傳承下去嗬。我想到嗬，像家講到嘅抓做嘅法通，咩有一種傳承嘅意味呢？嚇，因為後生人一胎嚟出名，咩希望嗬，加油也嘅平台嗬，本日到爸爸媽媽突然生日嚟體驗你客家嘅習俗老文化，嚟感受一下，知道真好，我就繼續嚟認識客家。我相信應該青島可能咩唔係客家人咩？唔係，嚇唔係客家人，應該未來參加。係啊，冇分族群啊。係啊，除咗聖祠。聖祠，韓國有感同嘅地方都係講，我哋嘅伴手禮啲邊有聖誕版，聖誕版咪係一種祝福啊。係咧，愛打燈，嚇，無論你下誰來誰冇窮養安好，是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是好啊嚇。咁用kim姐家講到講，偷懶嘅時間，你是只有當感同。好，記得我幫你動到的回饋，他們很愛你就對了啦。他們寫卡片啦，哈，該做到緊，咁要起到當辛苦嘅素材。因為你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係94年17到緊哈，19年來哈係伊個當好嘅平台，因為客家文化園區係以都會客家，然後一般嘅客家園區較冇相同嘅地方，因為我都希望做本後生人行落來。
粉色已经落来，所以讲啊，到设计课程又会较新潮啊。好像讲营队俩对吧？像因今年袂办，我到事务区底边有其他的考试吼，会办个青年营来来你先去。好，还有假日的时间、暑假的时间，我都会开放本个安亲班啊，也系讲个小朋友来我哋先去吼，教去童谣教唱啦，吼啊教去童玩体验啊，好甚至做 DIY 啦对吧？还有你客家事务区办的魔法营啦对，全部会入来你客家文化园区来体验你客家，啊来接受你客家，也系我最感动的所在。好，所以唐安讲起了，唔会辛苦啦，哈，唔会啦，好，越做越欢喜啦。因为静心老态度是出嚟哈。其实做客家哈，应讲做文化事业冲冲救救啦，哈，做咩冲救咧做文化事务呢？我头摆咧做乡长的时节哈，啊，区长的时节都推广啊，等深坑那个。一些特产也都冇享用，啊，更加来到客家事务局呢，我责任呢都係盡量同我哋呢客家文化吼，客家嘅傳承，冇愛傳承下落去，唔可以變嘅啦。總得本佢團體。係啊，像尤其吼，更加最嚴重嘅係我哋呢母語流失嘅。做乜嘅母語流失？咱客家人呢來都市哦，路邊本人同化，嗰度客家人有的。咩環境可能較冇講，係啊，真大鬆。係，我來你負責講客家社團啊，50個社團啊，我負責嘅嗬，所以我深深的體會到，真是流失的非常嚴重。所以講，咱人嗬，身為客家人嗬，喺客家母語哦，一天唔可以流失掉。流失掉，没有母语就等于冇客家人的呀，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讲，天师前面的好朋友哈，只要唔係客家人哈，你客家話一定要傳，來嘅妹嘅冇傳唔怕，孫嘅我再傳下去。像我一樣，我頭擺要咩係安尼啊？對屏東加來台北，啊台北深坑，啊結果呢？没有对象，冇对象讲客话，就同化了。係啊，我95年，我差不多93年嘅哈，我咧做副主席，副主席嘅時間我面度講，我做乜嘅客家人唔敢本人點係客家人啊？你安尼有一種怨氣啊，因為頭擺嘅。佢當然也好多人要歧視客家人啊，都市啊，都會，其他唔可以，其他都係人人都係有主張講，都係客家人，啊推廣我哋客家嘅一些文化呀，都嗬本人哋嗬，如果認同啊，我頭擺真是嗬講到客家人。有的人講嘅刻薄，真是的呢。唔會啊，哈。所以講人哋安尼客家嘅傳承嗬，客家話啦，尤其客家話一天都傳下去。好，真勁嗬。古時候呢，我知道講。青春有嘅嗬，你客家文化長長久久嗬，無論來到園區體驗 DIY 堂，你客家嘅音樂表演、看展覽也得嗬，全部做得親自然就接觸到你客家嘅文化。嗰時候感謝三位按用心嘅推動哦，我希望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有閒來到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青島嘅發通等你哦，睇你寫字記下來哈。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你下一次繼續見面了，張來了，感謝三位，感謝，謝謝。